再来看立法院早起审查陆海空军挺发法，修法要甲阿兵哥悔过加关禁闭的时间来排除，所以退伍的时间会延后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，透过修法来避免阿兵哥无有意犯错。另外，统计嘛显示讲，咱的国军今年已经发生16件自伤的案件，有13人死亡。部长嘛强调讲，目前检调有介入调查，嘛来做专业小组详细来了解。国防部强化部队的管理，验过现行的陆海空军挺发法，将要甲8年无改变。行政院提出修法的版本，立时伫立法院进行审查。草案包括调整挺发的行为，分做勤务上甲勤务外，也明定官兵悔过甲禁闭的期间，未列入一期的计算，会延后退伍的时间。对此，外界认为，若一直犯错受罚，会有做不完的兵。对此，国防部长邱国正立时讲。修法就是要避免军人不要违禁的态度。你在回国时间5天，你现在退伍的时间叫延后5天。我想这个主要目的在哪里？也是一种让你知道你犯错跟你的预期，我们不能够算在一道。另外，国军伫今年自伤案件一直传出来，伫4个月内就发生16件，造成13死，影响国军的形象。军中的管教是不是不当，引起大家的注意。邱国正表示，自伤案件大家拢真危险，国军会对2个方面来了解，包括内部的管教，也有外部的制度、感情、经济等原因，秉公处理，检调也会介入。如果在营区里面发生任何异样制裁事件的话，这个检调以外，还有一个专案小组人员，他可以由受难者家里面的人来找人。这原因在哪里？取得一个公信力。一拿台美强化军事合作，美国众议院通过军援台湾的法案，包括回补原台的军备、指引对台军事服务、教育也个训练。李伟正关心台美磋商的进度，也个美军会当提供多一寡军事训练。一直在谈当中啊，甚至于他以后的项目有没有什么要改变或者要调整，这都是可以谈的。针对强机最近了台。离归人只敢若剩41海里，外界分析，到时强机若要直接飞到总统府，只要5分钟，恐惊会采取斩首的行动，国军会无反应的时间。对此，邱国正回应讲，国军的情感战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